再版的感谢2019台语教学二部曲。这本册会当顺利再版，爱感谢杨国明老师无少辛苦，了真侪时间，甲其中有毋对的，也是有疑问的找出来，互我做再版改进的参考。上界感动的是，住伫新店的柯丽纯老师，伊和一群台北县的台语老师组一个读册会，甲这本册华台语词对照表的单元摕来做充分讨论。因为大家无时间见面，丽纯老师竟然用长途电话甲我讲了2点外钟的时间，就是希望有机会再版的时，会当互大家更较好、更较正确、更较侪的内容，嘛了解要做一本这款内容的册，真正无简单。错误在所难免，愿意伫能力范围内底，互我一寡参考意见。阁有来自全台湾各地的台语老师，拢互我真宝贵的建议。想袂到这本册出版会得到这么侪回响，真正是意料之外的代志。多谢恁大家爱护，毋忘台语教学这条路，咱大家牵手做阵行。虽然沿路风雨交加，只要认真拍拼，台语文化传承的路一定会愈来愈宽。最后，爱感谢简秋阳老师，甲咱这本册做一摆上顶真的校稿。2019-01-29加注吴英航。